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。在雨中刺破家己，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秀琪，你精神来啊！秀琪，你甲我讲，你是倒位会疼，倒位无爽快，甲我讲。秀琪，你敢有听到我咧甲你讲话啊？你敢有听到啊？你讲话啊！秀琪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敢听会到？马医生有讲，以后你会半身不遂，但是伊无讲你会变臭衣人啊！秀琪。是毋是你的骹手无法度振动，嘴嘛无法度讲话？秀琪，你听到我讲话啊，对无？所以你伫咧流目屎，秀琪。秀琪，这几天我看到你，我甘愿倒伫这个人是我。以前每天看到你，我拢无啥物感觉。也不过你即马破病啊，我才知影，我若无你哦，我嘛无想要活下去啊。秀琪，伫你昏迷不起的时阵，我坐咧这，我哭足久的，我已经有几60年捌哭过，我现在足伤心的啊！秀琪，你袂个把我放个做你走啊！你要答应我，你要赶紧好起来，你要答应我，要死咱做伙死，要活咱做伙活。秀琪，
你的手伫咧震动，你的意思是毋是你要好起来，咱做伙活落去？啊，假使是你的手，就搁再震动一下，你震动一下啊！手机，你无法度讲话，我替你讲。假使我若讲对，你的手就搁再震动一下。手机，你是毋是要讲，你绝对袂死，你一定要活落去？为着我，甲培培活落去，是毋是？啊？慢性，即摆互阮妈妈食多种维他命丸，敢有路用？这是要互你的啦，佩佩小姐，这几工你较无闲，嘛无心情注意你家己，你敢知影你的面色真歹看？我无啥物白听。佩佩小姐，啊，毋过你疲劳过度，体力透支伤济，若是搁继续落去，你会忝到破病。你着爱好好休困者。啊，毋过阮妈伊，恁妈妈的病已经稳定落来，只要若莫搁发作，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这段时间，你会使甲恁爸爸轮流来照顾伊。我若有闲，我就会定定过去看伊。佩佩小姐，你若是病倒，恁爸爸会搁较忝。护士大人遐尼辛苦，毋是一件好事。听我的话，好好啊，转去休困。转去啦。Miss 林，若是有时间，加照顾老母一下吼，多谢。三姐，恁来了拄啊好，我当要叫恁带佩佩小姐转去好好休困，啊若无吼，伊会记载袂掉啦。佩佩，咱来转。佩佩，你莫烦恼啊！等你妈妈较好的时阵，咱再带伊去台北针灸治疗。针灸嘛无一定有效啊。哎呀，三姐，你是护士，你敢若相信西医？我感觉针灸真正有效呢。大哥阿姐的病已经比以前较好啊呢。佩佩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相信嘛无路用，你还较坚强呢。以后咱用针灸，搁用物理治疗。老母一定会当亲像大块阿姐同款，慢慢恢复健康。三姐，拜托拜托啦，你莫遐尼啊悲观好无？丽姐，你明仔载就甲冰冰做伙转去台北啦。真正就歹势，为着阮妈妈，搁互恁两个走来第三一逝。佩佩。咱是亲姐妹，你的代志就是阮的代志啊，阮来是应该的啊。冰冰，你去接电话，无听到是大姐大兄对台北卡来的。哦。喂，哦，阿嬷。冰冰，佩佩妈妈的病即嘛安怎？加足好啊。阿嬷，你放心，老阿母一定会好起来。那安尼就好，那安尼就好。啊，冰冰啊，你什么时阵转来台北？我甲二姐明仔载就转去啊。转来台北会记你随打电话给我啊。啊，阿嬷，互我甲哥哥讲话好无？冰冰，家姐要甲你讲话。
你好无？袂歹，你咧？也是共款啊。哥，你去德山，那个机车行的工课要安怎？我甲阮头家请假啊啦。爱我替你去做工无？免啦，你也袂晓修理乌多摆，莫愈补愈无用啦。我嘛会使学啊，啊若无你无去，头家甲你扣钱呢。你好好啊，读你的书就好啊。明年你就要考高中啊。哥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考调的。若是考无调，我就不爱插你。好啦。家姐，长途电话足贵的，我要挂断哦。哎呦哥，你莫着急，电话钱也毋是咱付啊。爸爸妈妈付，共款嘛是钱啊。以后爱学较俭嘞，唔通乱开钱。爱知影，爸爸妈妈趁钱足辛苦的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以后不准甲妈乱讨钱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哥。好啊，我要挂断啊，替我甲爸妈问好。再见。阿妈，多谢你。好啊啦，紧转去房间困啊。口顶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范员，你替我办一件代志好无？什么代志啊？家姐自从去人关转来了后，身上一直拢无钱。你哪知伊拢无钱？我利用伊暗时咧困的时阵，去啉过伊的落地啊。以前哦，家姐就是叫你安尼想歹去。伊即嘛无变歹啊。迄是受到彬彬的影响，才改过自新的。至少家姐伊的本性袂歹，才会当讲改就改啊。好，你讲啦，爱我办什么代志？我爱你将这5000块交予家姐。为什么你唔亲身交予伊呢？我若予伊，伊一定唔肯离啊。哦，伊有啥物理由不爱？伊讲吼，伊无想要开钱，伊嘛无需要开钱。我唔相信，伊一日就会变甲遮乖，遮尔捌代志。你若唔相信，咱来小输啊。家姐若是肯收这5000块，就算讲我输啊。要小事啥物？你讲啊。我爱你想办法，甲彬彬带转来厝的住。这毋是比互家姐钱搁较困难。安尼就煞煞去啊！哎呦，范员，免，好啦。爸，你还袂困哦？家姐，读册虽然讲真重要，身体嘛真重要。你每工拢读到遮尔暗，会影响你的健康。袂啦，爸。你准备要考倒一间学校？我的目标是建中甲师大附中。你的野心阁真大，啊！你敢有信心考会掉？当然有啊。你敢有想要甲恁哥哥接转来厝的住？有时间，伊嘛应该替你补习啊。当然嘛想。那安尼明仔载我叫你妈妈去接伊，好无？过袂转来啊啦。你妈妈出面去接伊，伊就会转来。妈，伊敢肯安尼做？
庆啊，这5000块你摕去，爸，我无钱。你摕去互恁哥哥好啦。伊住伫咧外面，身躯免个无钱啊。哥哥嘛无爱钱，你哪会知影恁哥哥会无爱？我捌摕3000块互伊，伊无爱收，而且佫甲我骂。这5000块是恁妈妈要互你的，伊答应只要你肯甲钱收落来，伊就愿意去甲恁哥哥接倒来厝的。爸，阮班内有一个同学功课真好，也毋过因爸爸死啊，妈妈去工地做工，嘛去互庄仔头讲着伤，弟弟甲妹妹拢还佫细汉，伊就替因妈妈去做工趁钱。阮老师希望阮捐钱，爸，我敢袂使甲这5000块捐互伊？当然会用的啊，只要是正当的用途，爸爸绝对袂反对。多谢爸爸。你应该去多谢恁妈妈。喂，啊，有啥物代志是？啊，你讲。好，好，我知影。我拢听清楚啊，您放心。好，再见哈。海娜，啊？谁的电话啊？是弯弯甲冰冰卡转来啦。啊，无啥要紧的代志，那就要敲长途电话啦。这个囡仔有够害的，唔知影通欠嘛。啊，电话中讲啥？弯弯讲吼，佩佩伊妈妈的病暂时稳定啊。弯弯甲冰冰明仔载就转来呀。对嘛，啊根本无啥代志，哪都喺浪费这长途电话钱咧。拄则吼，弯弯伊落落长一直甲我讲吼，叫我爱保重身体，因阁叫我吼爱好好照顾你。我的药，伊应该是看到老太太的病，才有这款感想。冰冰甲弯弯，真正是大汉啊！东东，是嘞吼，互你等很久。袂啦，秀秀，东东，恁豆豆讲，我来陪妈妈。东东，我煮的菜敢会硬？比家用煮的好食足多的。你应该毋是故意抱我的吼？真实的啦，我平常吼一顿拢食1碗半，今仔下暗食2碗半，几乎伊嘛食3碗啊。伊比你较粗养，当然食了比你较多啊。迄就是大姊你做的菜好食，搁合伊胃口。大姊，你过了敢好？真好啊！你袂感觉忝哦？袂啊。我一直烦恼大姊你的日子歹过。要哪会？你嘛有看到啊？我毋是过得真快乐。大姊，你想过亲像妈？东东，咱莫讲这，讲你的代志好无？哦，是安尼啦。我即摆手头有一个案件，我感觉真困扰，我想要听你的意见一下。哦。这个案件是关于2个互人收养的囡仔，因的抚养权的问题。你是讲因的情形，甲咱当初细汉时阵的情形真相共性？根本就是一模一样。哦，你讲看卖啊？唉，秀秀是拍算要甲东东讲到什么时阵？妈，我嘛唔知。小等下你去甲秀秀讲，叫伊较早休困的。妈，人东东等规下晡，
因遮地啊，才讲无偌久尔，我即马就去催秀秀，恐惊东东伊会无欢喜。咱去叫秀秀较早休困的，是惊伊忝，伊凭啥物无欢喜？也毋过，伊面，你是惊秀秀啊？妈，这毋是囝的问题。阮两个人一直拢是互相尊重的。妈毋是叫你欺负秀秀，是想要甲你讲，秀秀是你的某。既然伊伫咱讲家的门，事事项项都爱听咱的，安尼你知无？哎呀，秀秀入门了后，大致上来讲拢袂歹，只是有淡薄仔所在，也是无偌好。比如讲，这款时阵，伊就应该陪因翁婿伺候大家。也毋过伊即马，搁伫咧客厅陪因小弟。好佳在，当初是我甲我的衫缀咧伊的衫顶面，啊若无今日吼，都是伊甲咱大细声啊。妈，秀秀伊毋是迄款人啊。希望伊毋是迄款人，也毋过吼，我惊伊家己毋知影要安怎做人的媳妇。袂啦，妈。伊面，我袂害秀秀。你莫啥物拢维护伊，你一定爱会记哩。有某啊，也是袂当袂记哩恁妈妈，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永远拢是你的乖囝。照你看，这个季美甲季莹，因是应该对因大兄咧，也是转去因养爸母的身躯边。你拄则讲，按照法律的条文，季美甲季莹应该是爱归。大姐，咱即摆毋是一个法庭上，法律的问题咱先莫讲。我只是想要听看卖你对这件代志直接的感觉。郭继新是因的亲人，因本来就有血缘。应该是袂用分开的，也毋过养爸母7年的养育之恩，季美甲季莹，伊嘛绝对袂放袂记的。东东，想起当初时，我摆一件仔一件去求证。甲恁对养爸母遐带转来，也毋过后来我发觉我毋对啊。恁敢有愿意转去新爸爸新妈妈因兜？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然后再搁甲恁一个一个送倒转去。秀秀，你忝啊吼？我袂忝啊。妈惊你受忝，希望你较早休困的。哦。大姐，我先转来去。舅，歹势吼，甲恁叫了遮尔晚。东东，我会搁继续看卖，然后再甲你讲。大姐。你是阮家的小弟小妹重心，你一定爱保重哦。奇怪，哪会一直安尼咧？又搁是歹运哦。我毋相信秀秀的命遮尔歹。只是佚佗尔嘛，你当作是真的哦。有时阵佫就准的呢。迄是你对秀秀关心过度，所以伊就袂准啦。
搁有啥人打电话来？我来听。哎，你替秀秀算一解，我来听。喂，喂，阿嬷，秀秀，阿嬷，你还未困哦？我甲恁阿公哦，伫咧替你算命啦。替我算命啊？阿嬷，我真好啊。啊，恁大家的手有安怎无？真好，无啥物代志啦。麻烦阿嬷你甲阿公讲，叫伊免烦恼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会甲你阿公讲啦。阿嬷，我问你一件代志好无？好啊，你做你讲。这是东东伊咧反映接的一件案件。东东伊甲我讲啊，也毋过我想要听看觅阿嬷、阿公的看法。我叫恁阿公嘛来听看觅咧吼。爹地啊，爹地，妈咪啊，是谁个电话？是秀秀，秀秀有代志想要找你参详，你去用客厅迄支电话听。有一个死过的人家，爸母拢过身啊，只有兄妹仔三个人相依为命。有一年，这个大兄伊为着要饲弟弟甲小妹，所以伊去人抢劫。伫伊互人抓到时阵，伊拜托伊两位厝边分别来收养着伊的小妹，还有伊的小弟。坐到3年了后，伊甲伊的小弟小妹完全失去联络。这个大兄伊非常的伤心，伊就抓伊一定要找回伊的小弟小妹。后来伊去做兵2年，伫咧伊退伍了后，伊就伫一间西药厂做药品推销员。伊的收入普通，日子过了还阁袂歹。在较好的机会下，伊总算见到甲伊失散7年的小弟小妹，手足亲亲。过甲大兄，伊就无顾一切，要领回伊的小弟小妹。也毋过收养小弟小妹这2家人，因为甲这2个囡仔嘛已经有7年足深的感情啊，所以伊嘛无愿意放弃因。即马2边袂当讲和，所以引起这场民事官司。阿公、阿嬷，咱即马先莫讲法律的条例。阿公、阿嬷，恁感觉这2个小弟小妹应该互谁带走？这个大兄敢确实改过向善啊？伊本来就毋是歹人啊。那安尼，这2家人对伊的小弟小妹好无？这2家人对伊的小弟小妹照顾了真好，嘛真疼因。小妹敢若已经咧读大学啊，小弟嘛爱读专科啊。我感觉这个大兄袂当甲小弟小妹带走。哦，秀秀啊，拄则恁阿公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听到啊。阿公、阿嬷，若是同款的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咧，那安尼，阮会互恁兄妹仔团圆啦。阿公，为什么同款的情形，你会有2种无同款的答案？我，秀秀啊，咱虽然无血缘的关系，也毋过咱的感情非常的深。你做任何代志，阮拢袂怨恨你，只会想你，疼爱你。阿公、阿嬷，多谢你。秀秀啊，再见哈！阿妈已经伤心到袂讲话啊。恁若搁加讲几句啊，小等恁阿妈吼，又搁要目屎讲流，规暝拢困袂去啊！啊！爹地啊，你敢若会讲我，安尼你家己咧？好，我莫讲。
是你家己思念秀秀，爱我陪你去房间啊，讲啥物，看到物件就受着人。是你烦恼秀秀的生活，讲要替伊算命的嘛？哦，你就袂烦恼秀秀啊是？那安尼是安怎？你当便都爱问我算了安怎？迄就是迄是啥物？你毋是嘛共款，希望会当替秀秀算一个好命，希望秀秀幸福。阿妈、阿公，恁的温情，我一世人袂放袂记的。妈，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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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妈咪啊，你敢有感觉倒位唔对？我嘛拄好要问你这个问题。哦，奇怪呢。就算讲秀秀在伤心，嘛无应该挂咱的电话啊。我看吼，恐惊是惊咱冤家，所以挂断啦。拢是你啦，谁叫你要甲我冤家？我唔对，是我唔对，妈咪啊，再见哈。妈咪，我要挂电话啊哈。秀秀，你逐工起床都爱做早顿，早顿做了后，你就爱去学校上班，下班若转来，你就爱做真侪代志，代志做了后，你搁爱改学生的功课，敢讲你拢袂感觉忝？妈，我袂忝啦。这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，这是久久长长的。莫讲你这款三宝身体，就算讲是铁拍，嘛袂堪你。假使你若唔加休困，唔较早困的，万一你若破病，敢讲爱我甲医平伺候你哦？秀秀，我安尼是为你好。妈，我知影。那安尼就较早困的。秀秀，医平，你若精神啊？头拄啊，你起来出去的时阵，我就精神啊。我听到你伫客厅敲电话，我拄则是打电话给阿公甲阿妈。我对阿公甲阿妈的感情，是你这世人拢袂当了解的。你是感激因的拥有之恩。这种感情，毋是遐尔单纯，毋若是拥有之恩啊尔。迄内底，还佫有足多的爱，甲足多的同情，还佫有足多的关心，教我一世人无法度报答的救命之恩。一平，虽然你细汉就无老爸，也毋过你有老母疼惜你。一直到你大汉为止，我甲阮小弟小妹的情形，甲你无同款。当初时，若毋是有遐个好心的人来收留阮，我甲小弟小妹袂有今仔日。我甲你嘛绝对袂变做翁仔某。秀秀，这是命运。我知影。我毋是咧怨叹命运创治我，
我只是感激天公伯啊，对我还阁有小弟小妹疼痛。我只是感激天公伯啊，对我还阁有小弟小妹一切安排。我常常想起迄当时，我甲小弟小妹斗阵的情形。大汉了后，我发现我愈来愈爱因。我愈爱我的小弟小妹，我就愈惊我会失去因。秀秀，人生在世，难免生离死别。你的小弟小妹拢已经大汉啊，将来有个人的前程还无用，就亲像天顶遐天星，每一粒拢闪烁家己的光芒。大哥阿姐，阮转来啊！哦，婉婉啊，啊你哪这个时阵转来啊？妈，我甲冰冰较早转来，你无欢喜哦？我当然欢喜啊，也毋过你嘛免遐尔着急啊，赶面车转来足忝的呢。冰冰爱上班哦。我请一天假吼，就要靠一天的工钱，足袂好的。冰冰。你即马家己做是趁钱，知影爱较俭咧吼。我连买2斤茶米吼，都足毋甘的。弯弯到即马，阁袂晓安尼想。妈，我即马真俭呢，阮去德山拢无开车钱。啊，恁坐车免钱哦。我叫阿仔开车送阮去的啊。弯弯。恁哪会安尼生创敌意？你安尼足无礼貌的呢。是伊家己讲伊要去的啊，啊，毋是我逼伊的啊。安尼，啊伊即马人呢？伊送阮到门口，我就叫伊走啊。我知影妈无欢迎伊，所以我无叫伊入来啊。我是无甲伊迄个误讲在，而且以前我甲别人讲过，我的囝婿叫做David。卡叔，即摆若是阁有人甲我问，你叫我是安怎去共人去说啦？妈，周阿姨，请收起来。多谢吼，大箍阿姐敢有？有啊，伫遮。多谢你啊，彬彬。大哥阿姐，这是应该的啦。哎，彬彬啊，你离开德山的时阵，陪陪因妈妈的病有较好无？已经加真好啊。哦，希望因妈妈会当赶紧好起来。三姊足有效的呢，伊几啊工几啊暝拢无困，伫咧照顾因妈妈。你嘛袂歹啊，竟然吼嘛知影礼数，搁甲大裤阿姐买茶米啊！我阁有替阿嬷买一盒更较好的茶米。对啊，你阿嬷上疼你啊，你应该好好友好伊才对啊。大箍阿姐，我甲钱开了啊，无甲你载礼物转来，是的吼。不要紧啦，婉婉，只要你有这份心意，大箍阿姐就真欢喜啊。彬彬啊，你买茶米的钱是谁互你的啊？我家己赚的啊。你才上几工班尔，就领钱啊哦？我的薪水照工算的啊，头家足欣赏我的，我就甲伊请2工的假，阁先照薪水哦。好，彬彬啊，你开始大汉啊！冰冰啊，你的电话是毋是阮阿嬷卡来的？周阿姨，麻烦你甲阮阿嬷讲，我即马无伫的。为什么啊？我想要转去一逝，亲身甲茶米送互阮阿嬷。安尼哪会接电话咧？我要互阮阿嬷欢喜一下啊！周阿姨，你唔通泄露我的秘密咯。喂，也冰冰伊拄才有转来，也毋过阁出去啊。伊是去倒位啊？
伊无讲呢。哦，伊若是转来叫伊敲一个电话给我。好啊，再见吼。冰冰啊，紧去啊！恁阿嬷就着急的呢。周阿姨，暗时我可能无要转来困啊。你爱在厝内陪恁阿嬷哦。嗯。入来。玉玲，叫5个准备车，我要去找冰冰。紧去啊！阿嬷。阿嬷，我转来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，当然嘛欢喜。阿嬷，我有甲你买茶米转来呢。阿嬷啥物拢无爱，阿嬷干那冰冰转来就好。阿嬷，我对第三买转来呢。戆囡啊，阿嬷拢食到遮济岁啊，也无需要啥物物件。阿嬷只要有你，就真满足啊。阿嬷。这是我这世人头一摆用家己赚的钱买礼物送给阿嬷呢。啊？你家己赚的钱买的？嗯。那安尼阿嬷要爱，阿嬷一定要爱。阿嬷，敢卖我先泡一杯给你啉？好，好。阿嬷，冰冰好敬你。阿嬷，你紧啉看卖啊！好，真好。一世人，阿嬷从来唔捌啉过遮尔好啉的茶。阿嬷，敢有影？家姐足想你的，你敢要去甲看卖咧？阿嬷敢知影你转来啊？知影，我先去看阿嬷的。爸甲妈咧？阿伯，我无啥敢去看因。为虾米？爸妈拢真想你。妈今日无钱开，爱我摕5000块去互你。我袂，我较艰苦，我嘛要用我家己赚的钱。那安尼，我就甲这5000块捐互阮班的善家的同学，好无？好。哥，小弟这来找过你足侪遍啊，伊一直问你即马咧倒位。迄段迷失的感情，
我想要甲伊放袂记。也毋过，伊真关心你呢。你替我封管的时阵，伊捌答应我，因我嘛袂甲你放袂记。家姐，咱即马年纪还阁少岁，无应该为着谈情说爱，浪费宝贵的时间，甚至放弃奋斗的机会。哥，那安尼你无爱插小弟这这啊？我要等考到大学，甚至是大学毕业了后，有事业的基础，我才要去找伊。你会使继承爸爸的事业啊，就会使较早去找伊啊。喂，我要用我的双手，用我家己的力量，去创造家己的前途甲事业。妈，高早，遐早就要去学校啊？坐公车爱提早1点钟。外口敢若在落雨，叫恁外叔开车送你去好无？唔爱，同学会笑我是阿霞。你甲外叔讲，送到学校附近，莫互同学看到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唔爱。啊无，你爱载一个雨伞，毋通甲衫澹澹去啊。嗯，紧去。妈，多谢你。什么代志啊？爸爸摕予我的5000块啊。你啊，妈，会记你爱甲哥接转来哦。妈，再见。范员，原来恁爸仔囝两个串通好来骗我。无啦，无，那安尼因会知咱两个相处的代志，佮故意来甲我说多谢。伊是要来甲我讲，叫我甲冰冰接转来呢。你是不是后悔啊？无啊。冰冰啊，有够无？若无够，我过来传一份互你食，好无？周阿姨，我安尼就饱啦。我惊你冻袂到中昼就枵啊！我即马当咧磨练我家己。这哪是磨练，这是考到你家己。周阿姨，天将降大人以树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发其身。周阿姨，我要来走啊，多谢。大哥阿姐，再见。再见。李记，李记，李记，再见。再见。李记，你透早是敲电话互谁？无你代志，紧走啦。哦，再见。喂，请问关公馆是无？阮姓江，请问倒一位？你要找啥？公你好，我是弯弯，我有代志要找大姊。秀秀无伫的。阿嬷，江一平妈妈考到阮大姊。考到？阿嬷，你袂当去找大姊的打鸡丸哦。我加减还阁有修养啦，我袂去做伊冤家。请坐。真嘛，我今仔日来是想要甲你讲秀秀的代志。